看起来很丰盛。对啊，这边有红豆、绿豆，这是什么？薏仁吗？这是薏仁，这是冰，不能吃太多。这是豆腐，牛奶的豆腐。哇，活下去，很甜，很好吃。红豆配美味。no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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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吗？啊，nom 红豆给你吃，这薏仁很好吃。对啊。